买。哎，以后才会对妈做的。是不是要加那种日本酱油啊？好啊，应该加，我拢有加。敢袂是这甜肉哦，妈感觉这味唔对，这还一直无杯啊。阿妈才袂因为这款代志无欢喜，好不？对啦，妈也不是这样的人啊，而且再怎么说，我觉得应该是祖坟的风水有问题吧，还是要迁祖坟。是要迁什么祖坟啊？是啊，是安怎要迁祖坟啊？那看到到底才来啊？无啊咯，之前甲佩红去找老师问啦，问咱爸的代志啦。啊，老师就讲咱咧做梦吼，风水歹啦，袂顶子孙啦。我建议讲爱迁啦，啊是无讲一定啦。啊，望讲咱爸伫遐困无好啦，真艰苦。阿公唔是死啊，可要困啥？